这当后，台南再次举办全运会，对筹备到比赛期间，台南市政府整合44间企业的资源，来提供选手有舒适安全的比赛环境。每个月共有3000到2万不等的培训经费来支援选手。为了感谢这群台南之光，市长吴依婷已颁发感谢状，感谢因赞助现金加物资，加加已经将近2000万。特别代表台南市185万市民朋友们，感谢各位能够发挥我们台南人好客而且淳朴的精神，把我们家里最好的通通都来这个让我们所有的宾客对台南留下好印象。除了这些赞助企业，同时记者会嘛，底是台南在地观光工厂、农会等等甲市府所合作的纪念品，希望透过全运会，让台南优质的产品，让更较侪人看见。也能够提供我们统一的 H2O 的纯水，作为我们的全运会的唯一的指定用水，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脆面、蛋糕，还有是甜甜圈等等提供我们的选手跟教练团来使用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也透过我们全台湾超过6700家的 7-Eleven 的门市的 POS 系统，来广而告之，将这个讯息从9月25号开始到10月22号，大概将近1个月的时间，能够让我们的全国的消费者、全国的民众能够知道这样的赛事。游客能在台南市玩得开心，买得安心。所以呢，除了我们原有的各种特色商品商圈美食之外的话呢，这次还有一个创新的整合我们的观光工厂的特色产品以及农特产品把它变成一个精美的一个整个的礼盒组。距离全运会只剩1个月，会长嘛公布赢家盛会仪式，9月23将对国南岭水会动员出会到安平古堡点燃灯路线，一路线转台22县市的古迹甲重要的地标，邀请大家用这份祝福力量来为所有选手加油。12年全国运动会在台南。台南新闻阮籍采访报道。